我们以台湾为名哦，以民众为本，你知道吗？我们希望哦，台湾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民众，你知道。我也希望说，在蓝绿之外，你知道，台湾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普世价值哈，包括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这些普世价值在台湾的实现，就是我的台湾价值。民主，政治为人民所共有；自由，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范围，但是自由的基础是容忍。法治，民主、自由、法治。有时候我们要很诚实的承认一件事情，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常常我们是法律是给人民参考用，不是给人民遵守用，这是很大的问题。在人权，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人民当作人在看待？那多元开放，你知道吗？我也认为台湾还应当是一个保持一个多元的文化，你知道吗？然后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那最好是这样的哦。永续经营的，我们永远要想着，我们要留下一个身份传给下一代。那最后是一个关怀弱势。我一直认为啊，关怀弱势不是怜悯，它是保护自己。所以对我来讲，你知道哈，我的台湾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那在我过去这个4年半执政的经验，你知道，其实清廉、勤政、爱民它是可以做得到的，它是可以。就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执政的价值，所以我也常常希望说，我们不是政治上的领导者，而是一个文化的传道者。那当然，今天大家来这个地方是在问说，关于这个台湾民众党建党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你知道，我们希望台湾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民众，你知道。我也希望说，在蓝绿之外，你知道，台湾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坦白讲作为把政治诚信当做一个核心价值的人我一直认为这种说当选没有几个月就开始在跑总统选举其实是不对的。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的现象，只是很不幸，你知道，台湾就是不正常，你知道。那当然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在。不是为了选举，也是在观察说，毕竟台北市长还是有它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台湾各地在看一下，到底台湾现在需要什么。这是我们这一阵子在走往各地在思考的。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了个人选不选总统，这不是重要，还是那一句话，到底怎么做台湾会更好？怎么做台湾人民会有更大的福祉？这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说进京国会，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在台北市，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市执政但是的确立法院还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你知道，很多的政治、很多的法令，你知道，还是要在立法院处理。所以进京国会的确是我们一个目标。从2014年当选市长到2018年竞选连任，一直到现在，我都秉持3个原则，你知道，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然后很认真的在做我的每一件事情，你知道。